这个社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要获取这个基地最大的好处。它面东面西开阔，所以我们面东面西总共有12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它是没有建筑容积的，所以才能够通透。整合之后，我们多了空中开放空间，总户数没有少，因为是我们做整体的容积调派。这个空中花园走在每一层的走廊，都会有光线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舒适的阳光宅。空间完成之后，大家是在这里除了居住之外，有沟通，这个就是社会住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挤压在一栋建筑物，除了居住没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楼4个吧台亭，以及2楼的洗衣空间、公设空间。这个地方的公设是毫不吝啬的发放给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过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楼的中庭贯穿了在西边的台南公园、东边的成大力行校区，以及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的遗址公园。所以我们把地面的开放空间还给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过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东呢，这次招租有376户，那其中有分3个房型，一房型有221户，那2房型有122户，3房型有33户。那我们目前受理的期间呢，总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请。那我们预计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在做这个线上直播的抽签。目前入住预期是6月1号开始做起租入住。1楼的部分，咱还有迄个幼儿园，还有公托，还有日照中心，这个部分让未来对咱这个环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质啦，大家拢认为讲伊的租金较贵啦，其实咱是以这个市价的4折到8折，你当然袂当去加林地较比啊，且是精华区像这个部分有这个差别，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个品质这个地点做好，面对公园，佮有车站，未来佮伫咱的高铁地下化遮的公园这个服务设施边佮有城台所以遮会当帮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就在小东地下道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是缝合都市的第一线。那也是在台南公园的正对面，距离车站近，距离成大以及成大医院以及这个公园都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实上从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规划，我们现在开始一户一户的完成，现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够共同打造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社宅政策，还有加上包租代管，还有加上租金补贴，这些能够大幅降低民众的负担，能够让民众这个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总之，今天的宜居小东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3月13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6台南艺术博览会盛大登场，今年包括国内外画廊，加上台南新剧奖品牌甲特展，总共有53个展景。除了培育艺术新秀，也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展现多元的艺术形式甲创作特色。
3、2、1 ，Art Tainan 2026台南艺术博览会正式启动。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侪位贵宾做伙替第14届台南艺术博览会揭开序幕。展会组织国内外画廊，邀请韩国甲日本总共6间国际画廊参展，让台南成为艺术对话的重要平台。同时，也看台南新艺奖互相呼应。台南新艺奖历经多年的一个举办之后，已经成了我们台湾当代艺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累积的成果。那么在今年，我们特别选用了台南新艺奖2位艺术家的一个主视觉，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设计。作为栽培年轻艺术工作者的新艺奖，那我们也在有许许多多的成功的年轻朋友因此而踏入这个许多艺术创作的行列。展场巧妙利用饭店套房空间，呈现包括着画图、雕塑、装置等等样化艺术形式。为着协助青年艺术家接轨市场，特别推荐3位新艺奖得主的作品参与展出，还有跨界艺术家陈普联合兰花甲恐龙形态创作的作品《蓝手》。是以 Oki Show 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作品。那 Oki Show 其实它就是一直是在替整个兰花产业还有整个兰花的生态讲述很多的故事，跟把兰花推广到更多的民众跟观众眼前。我的作品主要围绕在描绘我平常爬山，然后或者是走在公园观察到的各种花草植物，然后把它结合起来之后，用矿物、水墨的元素表达出来。台南新艺奖以发家后一个艺术名称为精神，14年来培育超过100位艺术家，成为春季艺大焦点。希望透过展览交流，让大众感受台南的艺术力量。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立林国小13号举办国际理解教育甲影视交流行动，邀请来自日本和光大学、中南公立大学、甲语医国际大学14位师生来交流，透过日本文化介绍、甲影视议题融入课程，让学生伫活动当中拓展国际视野。为了让国际教育早日去校园日常，台南市教育局吸取台湾 SDGs 协会13日伫咧北区立林国小举办日本大学生前进台南国小国际理解教育甲影视交流行动。市长温特也亲自欢迎这群来自日本和光大学、中南公立大学甲语医国际大学总共14位师生，透过文化分享甲影视议题课程，带领5、6年级的学生伫活动当中认识日本文化，也让囡仔为校园出发，看见更加广阔世界。那日文的话，公鸡的叫声是“日本的大学生来跟我们的5、6年级的同学有一个这样的互动，那让同学了解说，其实这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课纲，是一个世界人类跨国之间大家共同信奉的一个共同的准则。那所以我们这样部分对于日本的人来讲，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也期待这样的一个互动能够让我们同学在小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胸襟以及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对于将来他们在学习或出社会之后，就能够减少更能够减少一些什么霸凌啦，减少一些性平案件，然后能够更在意环境永续，更在意人权平等。立林国小校长王全兴表示，对着这次交流，立林国小的学生嘛真欢喜，会当将台南的历史文化、美食小吃介绍给日本的大哥哥大姐姐。我们立人国小的小朋友也非常高兴，这次非常欢迎日本的大学生来入班来授课。那我们小学生呢，也会用我们台湾台南上在地的文化历史个咱台南上好食的小吃来介绍咱日本的好朋友大哥哥大姐姐来跟他们做一些很高兴的一些交流跟互访。那希望我们这次的包含日本还有台湾这么好吧一个友谊能够永远的一个永续的传承下去，也能够呼应我们的这次的最主要国际理解 SDGs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台湾 SDGs 协会理事长黄佳慧表示，协会长期投入永续发展甲国际理解教育，希望透过多元交流甲课程设计，让囡仔自细汉培养理解他人、尊重差异的能力。这次活动也将永续观念自然导入伫咧学习现场，进一步丰富囡仔对着全球议题学习经验。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27届，13号举行国际同学交流联谊音乐会。今年总共前来参加国外学校有马来西亚4个音乐学院，甲新加坡2个技术学院，由8位院长以及教授带领家长、老师以及参赛学生，总共120位，阵容相当庞大。伫马来西亚、甲伫新加坡8位音乐、甲伫艺术学院的院长、教授的带领，13号上午来到台南市东区的复兴国小，甲伫今年得到全国音乐比赛特优的复兴国小弦乐团举行联谊的音乐会。伫台南市音乐协会理事长沈明贤的邀请，包括副市长叶铁山、复兴国小的校长陈茂胜，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院长、教授，甚至美国德州大学甲伫辛辛那提大学的教授，拢专程出席，为参赛的小朋友来加油打气。我们邀请的这些大师级的教授非常好，所以他就跟我讲说，是不是可以借我们这边的教授去当他们评审？那太好了，我们好多包括苏贤大姐、明眼好多教授都去当你们那边的，我觉得这是太好，这就是国际交流这国际交流，而且我常常看到他们带孩子到欧洲各国去参加比赛，这是非常好的。来到我们学校来进行这一场的这个算是国际上的交流我们是以音乐来会友，那透过音乐国际性的共同语言。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彼此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学校的老师们，大家共同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大赛，所以可以说是全心全意的在投入音乐教育的推广上。那这几年又加上有很多的来自国外，像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美国等等，其实大家都汇集在台南。那透过音乐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交流，那也让孩子彼此之间在音乐上能够去产生一种友谊的一个连结。由台南市音乐协会举办的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今年已经迈入第27届，27当来超过4万多名学生参赛。嘛培育出未少的音乐人才甲历史主。今年比赛伫个3月14、15两天，将要伫个桂林的文化中心来举行，有西乐甲历国乐总共196场次，欢迎各位音乐民众用个前往为小朋友来加油。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安南区的普华道祭司今年为着庆祝济公佛诞，规划真侪精彩的民俗表演来献寿，加上济公师傅的保善术好、平安福宴等等，邀请所有善心大德3月19做伙来庆贺。特别是今年迎接每年庙方除了制作高水的马仔造型的寿酒，也佮推出高速3D 投影的金马影像来祝寿。普华道祭司为了迎接一年一度济公活佛的佛诞大典，特别选定国历3月15号良辰吉日，庙方伫大厅献台，由注意正影中带头，这信众甲志工陆续整理各界所关献的寿面、青果等献礼，用虔诚办喜事的心情来到布地，表达上悬的敬意。又搁等着师傅圣诞的这一天。大家抱着12万分的欢喜来共同来遮布置，
希望安尼大家善男信女，大家会当安尼3月15共同来祝寿来事请平安宴。迎接每年庙方都来以宝贝古锥的造型来设计寿酒，和信众来预定参香拜寿以外，特别的是，嘛要伫大殿推出高速3D 投影的金马影像来祝寿，相当罕见。每一档拢有以这个生肖来做的这个寿酒今年就是咱的这个宝马乐府这就是咱精心设计的 logo 这是拢较无同款的，还有咱今年有特别做咱这个3D 的这个金马来祝寿安尼，非常的感谢大家希望讲新的一年伫这样事的庇佑之下希望大家会当时常倒来拜祭公，互恁每一位拢会当万事兴通。迎接新的一档为济公活佛的祝寿，嘛是信众祈福转运甲招财上好时机，邀请大家共同来参香看表演，享受福宴。欢迎大家来祝寿。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家人有一间牛肉面店，坚持只卖牛三宝、牛筋、牛肚以及牛肉。当中牛肉也佫选用牛脆皮，深受人客喜爱。店内也佫有一个特色，就是加面加汤唔免钱，互食过的人拢感觉算会好。把它的这个牛油跟它的香味煸出来。牛筋用麻油翻炒，倒入豆瓣酱和蜜汁香料炒熟后，倒入汤锅熬煮，要炖上至少18个小时。在锅子里面一天大概是18个小时，一天18个小时，就是我们从开店开始到闭店都一直在熬它。没有这一锅牛肉汤底，牛骨要放入烤箱烘烤，让牛骨髓精华汤汁全都逼出来。再放入特制酱和牛筋一起炖煮。你出来，它里面的那个牛骨髓是非常营养的，它出来以后融化在汤里面，所以我们的汤绝对没有放酱油，它完全的颜色就是烤出来跟一些我们自己调的酱料里面的颜色所以它的这个汤头其实非常营养。宽面条搭配牛三宝、牛筋、牛肚和牛肉，而其中的牛肉是选用牛脸颊肉。业者说，要先去除腥味，煮出来牛肉特别有嚼劲，切开后呈现带筋又带肉。我觉得真的都可以吃得到，而且会感受到每个牛肉面的，就是牛肉的细节。对啊，这个牛脸肉，它的纤维非常细致，而且每一块中间呢，它都夹着它的筋。喝上一口汤，客人形容每个部位都很到位，汤头没有加一滴酱油，因此喝完不会口渴。汤头，我觉得汤头它的味道很纯，就是感觉吃得出来水果的味道。然后它的肉，我觉得跟别家真的不一样，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很硬啊，吃起来是好像就是可以入口即化。吃一碗牛肉面就是要搭配酸菜，刚炒出来的独门酸菜放入碗中，色香味俱全。经常来这里的客人都知道，来店里消费加汤加面却不加价，老板很大方，蛮不错的啦，而且加汤加面不加价。这个附近有很多做码头的、做搬运工的，他们胃口大，所以我干脆反正面粉也不贵，我们就让大家加面。不花钱。有50年大厨手艺的高哲宏，学过中西料理，将台湾牛肉面做法中西合并，坚持不放一滴酱油，要用原汁原味，让牛肉面继续飘香。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
镜头转到高雄，过去买对基金的中州山路119巷往基金山路这档细路相当无方便，因此工务局特别甲东西巷的道路拍互通，即马唔但会当直接连通，道路嘛相当的快，大大改善地方交通，在地民众拢表示变加相当方便。道路宽敞，笔直明亮，路边还规划有停车空间。这里是旗津区中州山路129巷。过去居民要从这里去旗津山路，只能绕道通行，出入相当不方便。而在日前公务局开通了新的连接道路，当地民众表示，现在进出很方便，有了这条横向道路的贯通，对当地交通很有帮助。有啊，这交通也好啦。这个就是啥，人停车也好，所以对这讲利益真好。现在有开路就会有有进步啊，也比较交通也比较会舒畅啊，还不会一直塞车。因为现在如果假日旗津那个假日的时候，交通都阻塞住啊。你有一些横向的一些道路会有一些帮助啊。啦，较方便，当然是较方便咯。公务局新工处表示，中州山路129巷过去没有和旗津山路连接，导致居民出入不便。考量民众急救需求和整体交通系统的规划，是否正式启动道路打通工程，来确保当地交通可以顺畅通行。新工处办理旗津区中州山路129巷东西向道路正式打通通车。本次工程全长约157公尺。由中州山路衔接旗津山路，彻底解决过去巷道未贯通、消防车难以进入的困境。通车之后，路幅更宽达15公尺，不仅大幅提升居民通勤的便利性，更完善当地的防救灾道路网，落实公共安全保障与均衡的区域发展。这次工程的起点位在旗津山路，终点衔接中州山路129巷，全长约157公尺，包含宽15公尺、长51.5公尺的都市计划道路。现在新道路通车了，路幅相当宽敞，大大的提升居民日常通勤的便利性。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家人仁爱市场因为有济美食，亲像民众喜爱，也毋过因为室内冷气设备30档内拢无汰换，家人市府宣布将对3月10日2楼美食区会暂停2个月，甲设备全面换新。水饺摊位前，老板的手没停过，热腾腾的水饺准备上桌。肥厚新鲜的生鱼片，油亮色泽让人看了食指大动。仁爱市场美食众多，日式料理、中式锅烧面，还有各种人气美食，都让顾客愿意等待。皮蛮 Q 的，然后内馅确实是很扎实。就之前有一直想来，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时间来。现在有时候可能老人家想吃什么我就买了回去啊，小孩子要吃什么我们就坐下来吃。这边平常人很多。超多的。不过，现在想要吃这些美食，可能要再等一等，因为从16号起，仁爱市场2楼要全面更换空调设备，暂停营业整修2个月。就会觉得好，那就可能真的要记得2个月后再来吃这样子，不然就可能会想说，来了又没有开。因为它这个市场毕竟有点热，夏天的时候蛮热的。如果改善的话会很好啊，环境都会改善啦，对啊，客人用餐起来也比较舒服啊，整个格局会不一样，对啊，心情也会不一样。知名的仁爱市场临近基隆庙口，是在地重要的传统市场之一。1楼贩售生鲜蔬果，2楼有各种美食，就连外县市的民众都慕名而来，想要品尝口袋名单。不过2楼冷气设备使用超过30年，效能不足。市政府从16号起进行空调汰换。市府呢编列相关的预算，也向中央争取补助。那预计投入4000万的经费来进行空调设备的全面汰旧换新。那我们施工期间预计在3月16号到5月16号，那2楼的营业空间将全面暂时营业。那我们相信在
更新工程之后呢，未来的仁爱市场2楼将会有更好、更舒适的用餐及购物环境。民众期盼2个月之后能够重新开张，再次享受这些人气美食。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台北玫瑰花展览对今日开始伫花圃新生公园内登场。大大展区总共有5000多丛高达800品种的玫瑰花，即马就透过镜头带你做伙来欣赏。走进花博新生公园的台北玫瑰园，各色玫瑰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欢迎台北最浪漫的花季——台北玫瑰展正式展开。今年共有5000多株，高达800多个品种的玫瑰在6大展区陆续绽放。其中位于五彩玫瑰园区的绿玫瑰米多利公主最引人关注。米多利公主它是一个绿色的玫瑰，那有人会戏称说，它就像一朵高丽菜一样。那我个人认为，它在我们玫瑰里面，我会称它为绿宝石。那它因为其实一般民众对玫瑰的印象可能就是红色啊，或是紫色啊，或是淡粉红色、白色之类的。我自己来看，我会觉得，怎么会有一朵绿色的玫瑰在那边呢？那我也是去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那称之为米多利公主。其他5大展区也各具特色，包括水池造景的秘密花园，齐聚国内外名家心血的育种家花园、花海区及品种区，都值得您停下脚步仔细欣赏。秘密花园区其实它有那个爱心造景的那个喷水池，其实算是很多年轻的情侣啊，或是一些学生他们会来这边参观啊，来拍照。那我们还有一些那个拱门，那拱门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攀爬型的那个玫瑰攀附上去，那其实也都是很好的取点的那个景象。那另外五彩玫瑰区它有红、黄、白、紫，还有复色玫瑰。那其实它可以展现出不同颜色玫瑰它的那个绽放的那个美丽。那如果说是比较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像是品种区还有育种家区。育种家区其实它收集的那个英国、日本还有台湾。那英国分别是 David Austin， 那日本是那个木村卓公啊，台湾是那个徐谷义先生。他们这3位专家那育种出来的那个玫瑰，那我们就是种植在我们的那个育种家区。那也欢迎市民朋友们可以多加来欣赏。今年最特别的是园区全新打造的玫瑰公厕，外观设计采玫瑰雕花及罗马柱等造型，招牌窗花及内部环境更是充满玫瑰元素的巧思。走进里面还能闻到淡淡的玫瑰香氛，颠覆一般人对公厕的刻板印象。我们的这个玫瑰公厕在我们的那个新生公园玫瑰园的北侧。那我们为了配合我们那个玫瑰园那个古典玫瑰的那种意象，那所以我们把我们原来旧式的公厕，我们不仅把内部做改造，那我们外观也变成一个古典的那个古典欧式的那个建筑。那有采用罗马柱，那仿17，那整个一些线条的那个刻画然后再融入一些那个玫瑰的那个图腾那打造一个那个古典的欧式公厕的建筑。那有一个玫瑰的意象，在里面有放那个扩香瓶那因为公厕其实是比较通风，那我会有一些淡淡的那个玫瑰香味这样。为期1个月的台北玫瑰展，今年也扩大与在地商圈合作，例假日将有多元丰富的幸福市集及特色商品贩售和手作体验。民众在花季期间到周边商圈消费，还有机会参与使用店家优惠。公园处圆山所今年也首度举办绘画甄选比赛，邀请大人小孩亲手画下花园美景，欢迎大家前往感受玫瑰的多重魅力。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3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
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